收大声啦！今日一定要唱这条歌。啊，好，你唱。你可能嘛要唱啦。你之前唱啥？书店家会婉转来表达我的爱，伊的温柔，伊的可爱，伊的美丽，伊的风采，全部拢伫吹台语书店内底。安尼感觉才会使。听众朋友啊，想袂到吹台语竟然是一篇爱情故事哦！真的吼，到底咱顶礼拜无讲完的秘密是啥物？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佮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耶！咱来欢迎港姐出名人，欢迎黑米，黑米拄则已经甲阮看평落去啊，这集的时阵高丽菜要甲伊下落去啊。咱要来讲精彩的故事，这叫等听到没有就想讲奇怪啊，自头根本咱无讲到高丽菜。好，咱顶一集讲到书店这个数位化的过程，对，爱真济时间，啊，佮有功夫落去做，对，啊，佮来佮会拄到收款的问题，对。咱顶礼拜袂记你问一条，迄收款敢有去拄到困难？阮上摆听即种的嘿，敢有迄种安尼？无啦，应该是无啦。其实嘛有真侪困难啦，就是其实顶下有讲迄个，比如讲像我会想出迄个法度，就是讲人若有出版的物件到做适应，对，啊，我搁囥要去倒位买册，啊，就是看迄个作者，讲迄个出版社是倒位，我就囥迄个网址，鼓舞人去买册。对，做这代志其实我嘛无甲即个作者收钱，我就是变做我搁替伊做，我搁替伊做，免费工商安尼。对，嘿，啊，所以我是免费替伊做，啊，伊若有意愿，就是收款我囥迄个适应，嘿，啊，所以即阵代志我嘛是感觉讲有一寡可能之前讲的，就是你若要出版一本书店也好，还是讲其他的作品也好，其实遐拢是爱用足侪精神、足侪时间的，迄嘛是人的资产吼，人的宝贝，所以我袂当凊彩讲。我就硬要讲讨讲啊！你遮物件拢啊，为着你要台语要去画，要啥货就是啊！你都拢爱贡献吼，所有人当然有的人是真好，伊嘛会贡献。啊，毋过就我感觉即阵代志袂当强迫人做，伊若有意愿主动要做，这真好。所以我感觉要行久长，就是爱较健康啦，就是。伊若有要出版，伊有要发展遮个物件，我感觉嘛真好。啊，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甲即阵代志产业啊，是讲迄个管道，有通好较健康。因为其实真侪人嘛毋知影讲啥物人有啥物书店，对啊，对啊，是讲迄个书店到底好伫倒位，还是讲特色是啥物款的？就是因为逐款书店伊咧写时嘛有无共的目的，比如讲像有中台书店，就是可能你敢会晓中文啊，毋知台语要安怎讲，啊，比如讲嘛有英台书店，是讲有的是分类书店，吼，比如讲像分类书店，其实有一本书店足好的，是迄个吴欣林写的，是叫做台语分类小书店。因为其实分类书店嘛无几本啊，迄本是目前是上好的。啊，问题因为伊作者已经过身啊，然后伊作者早前嘛是白色恐怖防关去火烧岛，买手就下原来做遮的工啊。伊迄本书店其实足好，问题无去出版啊，所以你即马买嘛买袂着，所以我无法度小介人去读。对，我手头是有啦，毋过我无法度讲啊，我着凊彩互人安尼。所以遮物件我嘛迄当阵嘛有去找伊的后生，想讲鼓舞伊看有法度安怎样授权我去做遮代志，是讲你敢有想要去出版，毋过较无彩就是伊发展的是伊毋甲相关的专长，所以可能对台语文较毋知影迄个状况啦，所以买手。即阵代志就是无结果，所以我嘛感觉真拍算。所以收款的问题其实真济啦，就是我迄当阵真好运是有，就是想要甲王玉蝶迄本书店，对，迄本书店其实是王玉蝶当初是卖厝来印的，伫日本印出来。对，嘿，虽讲伊书无讲介济，毋过我感觉嘛是由于迄本书店的特色，就是伊因为王玉蝶是住台南，所以伊内底佫有特别记台南腔，所以内底有一寡语词特别记讲迄是台南才有的。买手有去读乡书簿记，还是讲陈瑞生写的作品嘛，发现讲确实伊有捡到一寡即款台南的遐个较常用的语词，还是讲敢若遐有咧用的语词，嘿，所以迄嘛有伊的特色。啊，再来就是当然，这作者是台语文内底算真要紧，嘛是想要借这机会互人知影。对。啊，这本书店是其实前话早前有翻译做中文版啦。
不过因为迄本册应该嘛算绝版啦，所以我迄当阵是嘛有去联络因家族啊。是空头也送吼，伊嘛斗相共，伊嘛真赞成即件代志嘛，完全无摕钱，就讲这着贡献互社会去使用，然后就鼓舞伊来用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权的方式，一般叫做 CC 授权，授权互社会大众，过来就是甲册内底内容全部扫描，搁甲内底资料全部数位化。我数位化做的方式是，伊原本的罗马字叫做王一色啦，就是甲改做即马现出时较接用的系统，就是白话字甲教保系统。再来就是伊其实原本是用日文写，我就即马是头一步是先甲伊数位化，就是照日文解说甲写入去。例句的部分就是用罗马字写起来安尼。所以内底其实要处理的物件真复杂，授权的问题其实我无法度强迫人做，我就是干会当鼓舞人，我会当做，我做会到，我提供互你参考。看你有意愿无？安尼所以目前是无人主动讲要放伊的资料来我遮啦，拢是我一个私底下去探问就对了。有的人可能就唔可能就无爱找我，这真事上啦。我感觉这是尊重大人的，因可能无的确有法度接受。是，所以其实要整理这资料有做者代志来处理。真的听起来哇，好，安尼咱要来讲期待真久的哦。今年3月份的时阵啊，找台语有替杨文研教授的台语文记忆的网站资料，改延续性命。迄当阵伫台文界算是一件大代志哦。最近嘛有看到讲，你有迄上架足侪本册去恁册读啊，佮有甲真侪资料整理入去迄字数的资料库内底。想问讲，即个新增加的内底啊，有啥物较趣味？你会推荐听众朋友去读？台语文记的网站吼，其实是杨文教授伊台语的资料网站内底其中一个尔。所以当阵是因为一寡迄个资讯安全的问题，所以因学校就限制讲袂当去用啦。所以嘛真拍算，因为迄其实是杨文教授嘛，咱嘛自伊做教授了后，就拢咧做这代志，而且基本上伊拢是用家己的精神、用家己的资源去做。是，对。豆豆立即起来，所以我嘛感觉真拍算。其中当然较要紧的，就是这个台语文记的这个网站，因为伊就是收集所有台语文的文献的这个网站。当然伊内底顶管拢是扫描的资料啦，无拍字。不过迄个物件是上基本，你若有想要找台语文相关的资料，这是算一个宝库啦。因为是对。英过到单啦，就是其实拢无去做这个工课，所以变做是干那靠杨文教授一个人咧做这个足大的工程就对啊，拢是伊家己豆豆去捡的。所以这个资料其实我嘛感觉真宝贵所以我感觉讲这内底文献的资料若找袂到，其实真拍算。英过遐个文献的资料是即马足侪人毋知影，即马台语上大问题，简单讲就是中国语化啦，还是讲中文化啦，基本上就是照中文的语句去讲出来。对，所以像我家己嘛真要以台语要安怎较成台语，就是人即马定咧讲的叫做有台语气啦。对，其实我是甲解说讲无啥物叫做台语气，就是迄都毋是台语。你别讲啥物叫做英语气、日语气，对，迄都毋是台语啦。所以即马人咧讲话就是较无成台语安尼就对所以我家己就较爱去读遐古早的资料。大部分的资料上较正的，就是迄个日本人捡的啦。比如讲书店来讲，就是台语大书店，这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学者、研究者等等的公认，就是这本是上好的书店，因为书店有9版通调，遐资料可是日本时代迄个时代多好收的书，多好是台语上好的迄个时机的对，因为买手日本时代伊嘛有压制力发展毋过迄当阵台语要算健康啦，相对来讲要算健康。战后中国人来了，就是全面甲你打后，所以变做台语的为当阵起的愈来愈后，愈来愈烂。所以其实遐资料就是真宝贝所以台语文记的资料真侪是迄款战前有的资料所以遐资料其实是真侪通来参考学习原本台语会当安怎讲。我定会举一个例啦就是即马真侪人会讲总算安怎样比如讲我即马讲一句话啦总算10万块甲买起来。你若是古早干那会晓讲台语的人，伊听着意思甲恁头壳即马想的意思可能是差真侪啦就是我甲恁客气一下可不客气恁感觉是啥意思？想着为着10万块，恁感觉我你是着一条歌恁感觉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总算10万块甲买起来，这物件卖10万块
好，即摆买起来啊！即摆一般人想到迄个总算的意思，拢是中文迄个意思啦。就是讲你即件代志已经想真久啊，将其要做到，就是你发生啊，即件代志成啊。若是古早台湾人，即句的意思毋是安尼，即句的意思是讲总共吼，就是总共计算。总共加起来，所以我拄则讲的迄句话，总算10万块。对，所以句的意思可能我比如讲我有买3项，2万、3万、5万，加起来总算10万块。其实迄句的即马意思其实真无共，一般人讲的无共。啊，比如讲还有另外一个词吼，探望哦，比如讲真正诚侪人拢出外嘛，吼，就是无住伫原本城市，无甲爸母住做伙，就出去发展啦。定可能比如讲你可能想讲，拜六礼拜要回去吼，所以你可能敲电话甲恁母啊讲，啊母啊，我拜六吼要转去甲你探望者安尼啦。哈，嘿，若是恁母啊，敢若要讲台语，一定会甲你礼，伊会甲你小借问。对啊，就是伊会想讲，啊，你是甲我纠缠，我得活甲好势啊，真健康，啥你无代无志要甲我纠缠。对啊，所以即摆人会想到迄个探望的意思，其实是中文迄个探望迄个意思啦。对，啊，毋过其实台语内底敢若一个意思，就是去陪望啦。对，探望。所以我想讲华语我，对啊，我嘛无安尼直接讲啊。哦，真侪人安尼讲。真哦，等你甲看真侪人讲啊。哦，可能阮兜无咧讲。你去内底嘛有收。这句爱讲，你安尼真歹做啦！我等下甲这句逼掉，听到没有用在讲啥？我系用 B 的，我听到没有用过你讲啥？无啊，其实这资料嘛有真侪人咧讨论啊，像迄个王椒华、椒花籽吼，因为伊嘛到阮兜附近，伊嘛定定咧讨论讲，内底其实有一寡资料无介正确啦。嘿，我感觉这会当讨论啦，毋是讲着拢无通讨论啊。所以像你若咧编找台语的资料，我咧做时，我就有做一个安排来讲，我顶悬的资料全部拢用年格去排的。对，所以迄个用意就是我要互人知影讲，其实书店伊是较徛伫较客观的角度，就讲有就记。啊，问题是迄个语言嘛会变化，啊，迄个变化到底是好诶歹，随人去决定。因为我嘛袂讲你安尼讲就的确毋对，毋过我会讲古早人台语安尼讲，可能意思差真济。你敢要想看觅？对，就是我会互人知影讲，即马真济人咧讲诶台语，其实毋若原本诶台语袂记哩啊，伊个替换做中文迄个意思，所以我伫找台语内底都有调题去做这安排，就是互人去会当去比较讲，较早诶资料甲现代资料有啥物前差，正经诶资料甲正后资料，其实我会去比较啦。像我这部分，我嘛定定会甲我学生讲，上好会当去参考较早诶资料，啊，就是咱即马追求诶，啥物叫做有台语开啊，是讲台语要安怎较水开、较端点，等等这物件，其实你若去想看觅，其实这就是答嘛，对啊，这就是答嘛，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上无大家会当先去了解啦。你要有啥物决定会当大家人随你家己的意见安尼。哦，台语真正是万底深坑呢，听起来爱读真济册呢。系啊，佩服。我只要要甲别人讲，我不晓台语。对，应该是讲我注意才来讲。对啊，所以像拄则有一个问题，我无回答的，就是有一寡啥物款的资料较趣味。其实我感觉就是拢做趣味，自你讲起来拢做趣味。正经资料，因为我做爱读正经资料，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原因啦。啊，其实你去读这资料，你就发现讲，你所想的台语其实甲一般社会上了解迄个台语差真济。有人会解说讲，就是自然变化。当然，迄是毋是自然，迄个是另外一件代志。当然，大家知，迄应该毋是自然啦。毋过就是，有人讲语言接触，当然就是安尼。毋过因为这件代志，其实我有去思考过，我嘛有拄啊好有书店的作者本人，就是张如虹教授哦，伊是台语言所退休的教授，伊嘛有做这相关的研究。我都有读到伊一篇论文内底有去分析，像真侪人去讨论讲，日本时代的词，像日语我照入来，中国语的词我照入来，这两个到底有啥物前差？就是有会去比较济啦。啊，伊内底论文我感觉伊解说了真好，得到答案，就是因为日本时代的台语其实是算做较健康的，就是你会当想象到日本时代遐个资料吼，对台语来讲伊拢补充啦。就是讲迄当阵台语本正有诶字数，毋可以拄到新诶物件，伊毋知要安怎讲，所以就为迄别款语言伫咧招者，比如讲韩多鲁啊、天津啊、稳将啊、拖拉句啊，类似即款拢是较新诶词，所以其实对台语来讲伊是补充。
毋过即马你拄着吸收入来诶中文词，台语其实原本有其他诶词伫遐，你完全袂好用。所以变做直接中文词摕来用，嘛毋若词尔，连语句的语法全部摕来用。所以其实迄个状况就毋是吸收，是变做你换另外一款话来讲。简单讲就是原本迄个语言要巧伊才有即个现象。自我了解即件代志了，我就会真计较讲，我爱去读较好的资料，正经的资料我就是较爱比较的对啊。所以其实我拢会真鼓舞人去参考正经的资料，毋若是书顶的资料啦。像我内底其实整理的像迄个日本时代的单语名类集，其实内底语序的资料敢真有价值。其实台语大书顶已经整理甲足好啊。遐个单语名类集其实是为一寡日本时代甲日本人的台语的教科书也好啊，是讲无共领域的一寡相关的台语的资料，伊就是有无共领域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一寡上老的啦，也是讲有一寡迄个地银行。迄个银行拢有，也是实物的等等，就是无共领域的其实拢有。所以遮个资料我是想要借即个语序的物件，因为书店主要是做语序的资料啦，毋过我用伊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望大家加读我遮个资料。当然遮个资料无得较100%是足好的啦，毋过就是你会当加一寡正经的资料，较知影讲可能正经迄当阵台语是有安怎讲的。当然日本时代好一站就是日本人虽讲是来甲咱殖民的，毋过伊做代志足顶真啦。所以像台湾所有的一寡历史的资料、文献资料，毋是讲干那台语的啦，就是一寡调查记录啊，是讲户籍资料嘛，就是你会当找到遐资料，其实拢是日本时代整理甲上校正的。所以咱嘛真好运，迄当阵日本人有捡遮个资料，伊毋是为着要替咱服务的啦，伊是要家己用的。毋过咱拄趁着的，伊当阵有做遮个资料，咱即马通好摕来用安尼，所以我家己是真鼓舞大家当去编一寡早前正经的资料。台语文其实上发展的时阵嘛，是差不多是日本时代，因为像日本时代，基本上你想象会到的所有的资料拢有用台语写，就是你若去编白话字相关的文献，基本上什么款的。你若讲现代迄种较新的领域当然无啦，像迄数学的啊、迄地理的啊、医学的啊，你想象会到的，就是全部拢有啦。所以其实遐的资料真的是足宝贵的。当然，你若讲有一寡物件，比如讲像迄医学内底知识，当然伊对袂着时代啦，因为医学现代发展足紧的，内底可能有一寡物件嘛，无得较完全正确。毋过咱内底有一寡语序啊，是讲伊安怎去讲迄句话，其实我感觉这会当去扣。所以像我家己讲话，我就会较计较语句的结构啊，是讲一寡用词尽量是用较早台语就有的迄个方式去使用。其实你上好的方式就是去参考比较。无共时代就是正经这样的资料去参考比较看卖。头一个就是你会当捡到较早有的，即马无去的。第二就是知影较济古早就已经有的台语词，未来若有想要创造新的台语词的时候，你嘛会当较有想法。因为其实真侪人即马咧讲较简单，就是咧翻译词啦。中文有安尼讲台语要安怎讲？可能就是直接照中文迄汉字照落去读啦。所以其实迄款型较无台语的故事的迄个形式，所以我找台语内底嘛有设计一寡会当找故事的形式，也是讲你会当有一寡特殊的符合一寡规矩去找故事的形式。像较简单的大家较知影，就是比如讲像 A B B A B B A A B 这全部内底拢有设计一个方式，会当互你去找。当然其他佫有啦，像买手去了解了的台语语序有一个特色，因为是一个做生活化语言，所以内底动词甲形容词较济，名词较少。名词真济是用动词甲形容词去生产出来。所以你的思虑较济，你嘛会较知影要安怎做事，较合台语原本的迄个气味。比如讲像我定定会讲问讲炸鸡台语要安怎讲？听因讲煎鸡嘛，但是阮兜是讲，其实较早无人咧讲啦，无人咧讲，这因为较新的物件啦。
所以我就会讲讲，你想看卖迄个蚵仔煎出来迄物件叫啥？蚵仔煎，你炒米粉炒出来迄叫啥？米粉炒，所以煎鸡肉煎出来叫啥？鸡肉煎。对啊，安尼。我意思这当然毋是讲绝对安尼啦，就是你若较知影讲主本台语有即款故事的形式，其实你会当有一寡规矩会当参考，去想讲，我若用这个方式去学，敢会较合台语迄个气味。所以较袂走去啦，就是原本其实台语有一寡故事较固定的规矩也是讲方式，其实迄若你若照迄方式去学，等到较合咱台语原本思考的方式。是。所以这我感觉是内底真侪当互大家去参考的资料。对，我想要问讲，因为是日本人记录的嘛，安尼是写日本话。对啊，这代志嘛真趣味的，像真侪人去读迄个台语大词典嘛，你若去看50音，伊内底就是有迄个50音去改的，叫做台语的卡那。所以伊是用50音的基础去改做台语通好用啊。对，真正是教日本人。毋过就是无够用，所以伊就会佮加添一寡符合是原本日语的卡那内底无的。所以你就爱特别去知影讲伊内底到底是用啥物款的方式去记迄个符合。比如讲像日语内底其实无分讲有双开音无双开音，所以伊内底就有下底可能有一寡卡那下底会补一点圆箍啊，就是一点啦。就是迄就是侦查有双开无双开。再就是台语是无声调性的语言嘛，因为迄种accent度啦，就是有重音，毋过伊无声调。所以你看迄伊内底用改做台语卡那，伊就是正边加加一个符号，就是来记声调。而且伊片音嘛有分做无共的记号，就是有片音法，因为伊嘛无分嘛，伊无特别去分啦。因可能内底有一寡，毋过伊无分甲遐幼，所以内底片音记号甲声调记号就写伫正边安尼。趣味，伊若家己去看，伊要安怎去知影讲即个部分？这就是我即摆有整理一个册头网站，就是你会当去看原册。我迄个册头内底毋若像，因为原本是台语文件内底，伊可能干那会看全部内底扫描的资料。我迄册头内底是搁增加，比如讲我会小解即本册有啥物特色。你咧读的时阵有一寡所在，你可能爱小可注意者，可能一般人较毋知影。补充说明。再就是讲一寡简单小解即本册背景。再我嘛有甲内底原本册内底所有的资料，我会照册内底目录做适应。所以你看迄个目录，你嘛会知影差不多即本册内底有啥物内容。对。所以这内底的资料就较丰富。再像台语大词典，因为真侪人会编原册，所以我嘛有特别整理迄个日语卡那甲迄个白话字的对应表。所以你会当用日语卡那去找到迄个白话字到底安怎写，还是你会当去找白话字对应去原册内底伊的日语卡那用心啦，台语卡那安怎写。所以你就有法度去读原本迄个册资料就对。那表示我还袂读到遐，所以我无发现。其实拢我知影有咧读的，拢是算较有咧研究啦，就是因为真计较啦。因为有一般的人可能想讲，我得去找一个资料，看到台语安怎讲安尼好。毋过有一寡人即摆已经就是对台语语序真计较，所以伊会去想要去看原册到底安怎写。对。因为即摆线顶进前就是迄个新闻的原本遐的资料，我嘛是为遐摕来个补充这个校对。伊迄内底资料其实迄当阵是林俊勇先生伊甲定译的，定译就是伊干那去取内底重点甲翻译出来，代志嘛是无简单，因为伊差不多用2-3天的时间，家己一个人去甲迄本书典数位化，佮甲内底日语解说的部分，甲伊定译做台语。所以我是真好运，伊有遐个基础了，我才去做校对，佮有甲原文数位化。第二个部分其实有的时候嘛无够，就是因为原册其实内底写个较济啦，较丰富的对啦。所以有一寡人可能伊无真确定啊，是讲可能迄当阵第二个时候嘛有一寡所在无得较写甲真幼路啊，是讲可能对原文的意思可能解说甲无清楚啊，是讲无介准确所以真侪人会想要去看原文到底安怎写。当阵的日本的资料嘛，毋是即摆日本的资料，你即摆摕遐资料吼，即摆日本人伊嘛可能真侪所在看无啥有。对，迄个是古早的日本，甲现代日本嘛无啥共。对，而且除了这以外，咱阁有一个线顶的媒体适应。
你知影内底有啥物？我毋知。内底有咱台语台逐工一句，每一集的台语词哇啊，还有迄面试的台语讲世事，对，真侪真侪面顶有真侪宝物等待恁去哦。真好的工具，迄嘛是我感觉就是拄则讲嘛，其实语数的资料，你若敢若编书典，其实书典资料解说例数例句还无够啦。嘿，啊，再来就是讲有一寡较早的文献啊，是讲文学作品，我嘛有做适应。啊，再来就是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网站顶管嘛有真侪资料嘛。啊，网站佫有分做影片的。也是讲网页文字资料的，啊，影片这款的内底有声音有讲到，你用 Google 敢找会到，找袂到啊，因为是影片嘛，你拍关键词你是找袂到的，所以阮就是捡一寡可能有咧讨论语数的遮个节目，甲内底所有讨论到的语数，就是全部做适应。啊，变做讲你若有去编到即个适应，你会知讲哦，倒一支影片内底有讨论到即个词，我会当去听迄个节目内底安怎讲，啊，迄节目内底就较完整嘛。就逐工一句内底，就可能佫有人搬讲迄讲即个词的状况啊，是讲去解说即个语数嘿，迄就是书典内底无够语啊，无够语啊啦嘿，因为即马台语书典无发展到像，比如讲迄个英文的大书典安尼，我无法度到迄种程度啊，所以就爱有用各种的方式去补充啊，所以这就是叫做找台语书典 plus， 就是安尼来。补充plus 鸟，这是 plus， 做者 plus 诶。哦，过来想要问讲，就是你一个木主的网页内底有图片啊，佮有字体拢做甲足水，敢有人甲你斗3工？简单讲就是拢我家己做，当然就是看的啊。无啦，你若讲干那，就是摆一寡图啊，是讲用字体迄啥，我基本上我迄我会晓做。啊，毋过若是讲要画插图迄款，我就袂晓啦。所以若有准讲画迄插图，比如讲像迄个嘉士米迄个 logo， 迄就是有请阮看的画，就是看的啦。啊，其他就是爱情的结果就对啊。以后看到啥，我拢不爱甲你问啊啦，迄个拢是爱情啊。你讲迄是啥？迄是爱情。安尼木主的过程，敢有拄着啥物困难？即件代志嘛，简单讲，即摆嘛是真困难的。其实我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讲，大家会使赶紧来学。啊，因为即摆大家学习的动机都无遐强嘛。莫讲我头几生咧做的时阵，其实即摆有较好小看。毋过你若整体来看，迄个动机要是无够强。要鼓舞人学，你搁要爱纳钱，也是爱啥货？我就想讲，即件代志可能无法度遐紧啦。对，我希望讲都会当做愈紧啊，用效愈好。对，像我头几生拄做迄个拍台语数字化咧小概人用的时阵，大家头一句拢会问我讲啊，这敢会钱？啊，对啦，对，因为伊都无遐强的动机要拍字啊，所以你个小概伊用的想啊，这敢会钱啊？对。啊，当然无法度，就是因为现处是，就是你爱先互较侪人来用，才有法度状况会较健康，会较正常，才去想后壁的代志。所以目前其实你讲要做商业的代志，基本上嘛无啥可能啦。因为我家己嘛有咧做，我嘛知影。嘿，啊，所以其实遮的代志，我的想法就是用迄种公益的方式去做。因为遮好佳在是，因为我有另外2当前有发去大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啊，伊是登记做非营利的组织，啊，所以即马迄个嘉士米企业是寄伫内底来发展，特别是比如讲像拄则嘛有讲到一寡收款的问题嘛，因为收款问题其实内底就有牵涉到讲我这收款我是要收款互谁，啊，所以我当阵嘛咧考虑即件代志，啊，即马是因为有即个组织了，就更较好，就是因为我本身组织就已经是公益的，啊，所以变做一般大人较有法度信道啦，较相信啦，吼，而且阮有登记做法人，所以其实大家会较相信讲我这个组织，我若家己比如讲我家己寄付，还是讲我若收款互你，即件代志会当较把握，还是讲较有法度，知影讲这是毋是你家己骗的，对，嘿，就嘛有人会真侪顾虑嘛。啊，再就是我想讲，即件代志若干若我做，啊，我若有一工若无生意安怎样？啊，遮物件是就无去啊。所以当时嘛想讲，若收款的代志，就是有即个正式的组织来收款的对象的，比即件代志嘛会较长久。所以像我即摆有收款的，拢是用即个大到台语文促进协
会来收款。哦，所以其实即马内底迄个收款的有这个组织会当较长久的买手，准讲我无去处理啊，然后壁佫有人会当接手啊，是讲这个组织若佫伫的，这个收款都袂有问题就对啊。嘿啊，无我无去若别人佫要继续要发展，你路铺好啊安尼啦。对，想较久长啦，对，这代志嘛是爱去思考讲未来要安怎发展较好势，所以募资这过程内底嘛，毋是讲单单讲钱的代志，就是你爱叫佢去考虑做者，有诶无爱处理的未来要安怎发展，要安怎长久。当然若是上单纯的，就是讲我爱解决我生活的问题嘛。我若完全无收入，我其实嘛无法度长久来做这个代志，因为我之前其实是咧软体公司食头路，其实我遐赚的钱绝对比我即马募资的钱是搁较济啊，特别是其实我这个行业其实是即马上行的，大人想要去做的，对啊，我是遐代志无爱做来补这，对啊，所以我一般人可能看到我会感觉我所以迄就是爱情，对台语文真有爱情，对啊，拢是爱情啦，无论是看的还是这拢是爱情，对台语的爱，对啊，所以未来嘛有咧想讲，敢有一寡较好的方式，会当鼓舞人来赞助，就是较像 NPO 要经营迄个角度啦。嘛，望讲若未来有法度加较济资源入来，有法度，比如讲我会当请正式的人来做，来发展这个物件。因为其实我一个人要做这代志。我嘛感觉我家己在笑，伤忝，就是真侪代志想要做，毋过嘛困难嘛是干那安尼。对啊，嘛真好运啊，有真侪优质愿意来斗相共，有的人嘛无计较讲我爱摕钱啥互伊的，有法度伊就来斗做安尼。对。听朋友听到这生气暂停，先去寄付。我咧讲，阮听众啊，就是有当时啊听的来宾讲的，因足感动的，因就想讲我等下听了去寄付，结果尾啊，伊就袂记咧啊。过足久后一遍，阮佫讲的时阵，伊才想起来，紧去，讲你啦吼，翁静，你竟然生气暂停，你先去寄付，结果等下听阮后壁。好，所以就是上重要，感谢服务时间。来，有啥物要介绍的，甲阮讲者。当然，头一件代志就是我是鼓舞大家先来用啦，因为你若无来用，你袂感觉这个代志有价值。所以其实我即马咧做的工课，就是主要大部分家私面咧发展这个家私，就是望着大家让先来用。用你感觉有价值，甲人用，人会知影这物件确实有好用，确实会当甲你斗相共。像我之前嘛捌拄过讲，人伫网络做一个密度，就是因为我有一届无写字，就是迄个找台语甲创歹去，1-2点钟，都有做侪人来斗，我揣无，对，因为有卡门迄个，因为有真侪人，像我嘛知影有的人就是咧食台语文的套路，阮啊，对，就是比如讲像爱过伊嘛是啥货，对啊，揣无咧，要上班煞歹去，我都变资料，是讲有的人可能咧做相关的工课，是讲有需要的，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你要来用啦，你用了你感觉有价值，你才会想讲这件代志是有意义，才会知影讲这内底其实。真需要人来支持，问题其实支持人嘛真少，毋过我有法度理解啦，因为目前知影这真要紧的人嘛算无介济啦，靠我来的人可能感觉真要紧，毋过就是咱这靠我要个真细啦，所以这嘛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过来就是讲另外一个我有咧做的工课咧，拄则有讲的迄个。达到台语文促进协会，我其实我是用品牌概念咧经营啦。我想讲，人拢讲讲协会，也是讲我就是咧促进台语文。我甲伊讲，人就先走伊，人先乱讲啊。所以我是用台文普朗会，就是讲趣味的方式。所以你线顶其实嘛是拢有用无共款的方式，个趣味方式，比如讲要来开讲啊，来报道啊，或是讲你来真正有想要学的嘛，再来读册啊，做伙同齐来读册啊，读台文作品啊，讨论啊。都有各种的活动啊，是讲线顶讲座，小概人来了解台语文的作品内底到底是安怎有法度写出来，写这个资料写好安尼。因为一般的人伊袂主动去读嘛，咱若小概会知影，伊才会想讲有这个动机。大部分家私面这计划嘛是算协会安尼有法度去处理一寡收款问题，是讲迄个捐款的物件，是讲有意愿，就是会使为协会的。你若找大部分家私面内底都有甲讲的，要去倒位会当为协会的管道去寄付安尼，这嘛袂烦恼讲迄个钱黑白去创啥货对啦。一般人较相信啦，嘿。
另外就是我还有做一寡无共的物件啦，比如讲像之前嘛有出版4本册吼，一本是台湾博览会类似杂志啦，甲2本是绘本，一本是家己出版的，是叫做《阿姨我的无》。就是咧教台语的母音，迄是较适合亲儿语言，也是讲亲儿文字发音的初学者、细汉囡仔，绘本吼。再来是一个是高雄22班，迄当阵是迄个投稿比赛得奖的，用台语去讲这个代志。即件代志我嘛家己真坚持要做，嘛是想要互大家去思考的代志，就是讲台湾人的生命史是安怎拢用中国语文咧讲，遮你若用中国语文咧讲，敢袂有受到中国语文后壁的观念、后壁的思考的角度、遐思想，敢袂互改去，还是互歪错去？所以即件代志我嘛真要义，所以其实我迄当阵就是为着即个目的来写即个绘本。另外是2当前出版的迄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台湾通信就是目前发展到上久长的台湾的刊物，近代台语文运动的运动者，大部分主要发展的运动者拢有参与的一个刊物，像迄当阵伫美国啊、台湾有办做者台湾通信的读者联谊会，大家知影讲，原来有台文通个写，去讨论讲台文安怎写，所以近代其实真侪人有会去行即条路，拢是因为即个刊物，特刊内底都整理真侪早期的遐文章，迄当阵是甲即个刊物的创办人，就是陈良光先生做伙来出版即个刊物。对台语文近代历史发展有趣味的，其实真推荐去读迄本册。遮个物件拢伫台语鸟的平台顶馆你去 Google 台语鸟顶馆都有找到，就是相关的产品。当然我连台语鸟内底做较济是像，有一个特色的啊，就是我要讲的 T 恤组，T 恤T 恤组，我甲合作 T 恤组啦。其实即个物件就是我望讲，咱会当甲台文穿伫身躯顶悬，是穿伫身躯顶悬，就是你会当有机会互人看会着讲，即个物件到底是啥人可能会想要问啦，所以这就是一个机会啦。就是你若无即个物件较趣味的方式起头真侪人会无感觉即个物件对来讲无啥物地带。我生活上也无咧用嘛，对我来讲嘛，即个物件敢有遐要紧，所以就是用一个较趣味的方式啦。像比如讲，像我即摆身躯顶悬穿的迄卡夹片后壁写的就是讲看无你。当然这毋是调工要共人抢啊，就是因为真正看无的人伊嘛袂。伊嘛毋知你咧写啥货啊，所以就是爱人来甲你问的时候，你甲解说时，人就会感觉太遐趣味，伊就感觉心息啦，所以伊可能想要好奇讲，你写这到底是咧写啥货？伊就可能想要去了解。像我买手有去问做者线顶有咧写台文的一寡友志买手有发现讲，因真侪人会啥会想要学台文，就是因为看到人写台文。迄到底是咧写啥货？所以因有机会去接触了。因才会去思考即件代志，所以我感觉有機會互人看會到是最要緊。因為像比如講我有做一寡 T 恤組啊，是講牌啊，遐還是講大紙，這物件就是要互人看會到。有機會看會到，人就會想要了解。當然毋是所有人啊，毋過上無有一寡人有興趣啦，有趣味有興趣，伊就感覺即件代志較正面，較袂講。去 Google 台語鳥，你的錢包啊，過掉哈，內底有真濟啥真好看。哇！卡片啊，用卡片。今日甲頂禮拜真正是知識量非常濟的一集，真的。对，伊咧講甲咧講伊寶貝安尼，每一個這就是伊的愛情啊，你袂記得啊？對，伊對台語的愛。伊咧講伊的愛情的時陣，哪有可能有啊？就有感情。對，閣一擺感謝蝦米來甲阮節目，甲阮分享遮爾濟，阮逐工你用的物件煞無看到的所在。感謝你分享你的愛情，感謝大家，感謝你分享你的愛情互阮，阮感覺哇，就有愛啊，足溫暖的。好，那呢，今仔日的節目就到這，感謝大家收聽。後禮拜請繼續收聽出名人，請就問，來請問，多謝大家努力。